母女二人互相搀扶跃回一条大河，结果二人都被水冲走。当时母亲心想，如果我的女儿能不被水冲走，那么我自己被水冲走就冲走吧。女儿也同样的心想，如果母亲不被水冲走，那我自己被水冲走就冲走吧。他们二人互相生起善良之心后，溺水而亡，而后转世于梵天界。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功德，他们两个就是在往生了以后呢，就是转生到梵天界，就是要天堂。此外，从前在夏萨国噶地方，有6位出家人和1名信士，共7人上了同一条船。那这里刚刚讲的就是夏萨国噶是一个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就像那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叫什么，就是有船的那个地方，码头是叫大的还是小的都叫码头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是有，比如说过河的话，就是因为过去没有桥梁嘛，没有桥梁的情况下，那就是要坐船要过河嘛。那么坐船的时候呢，就是有船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，就像比如说汽车站、火车站、飞机场、码头等等这种的说法嘛。那种叫什么呢？中文里面？应该也是码头、港口啊。有船坞，有港口，有码头。对啊，就是像基隆。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差不多是什么？听到码头就知道就在那附近。没有说什么，就是到那里就住，对，就是码头。渡口也有一种叫渡口的农田。有6位出家人和1名船夫，共7人，上了同一条船，船行到河的4/4时，也好，1/4。船夫对大家说，船超重了，要么你们当中会有的一个人跳下去，要么我跳到水里，你们中的一个人来划桨。所有的船客都是既不会游泳，然后什么？也不会划船。划什么？划桨。划桨。那位信士说，所有的人死还不如我一人死好。随后便纵身跳入水中，紧接着空中彩虹围绕，花雨纷纷。信士本来不会游泳，且顺利到达河的彼岸，而安然无恙。行恶的这前面的那个比喻是行善的，他就会怎么样的？因为前面我们有讲那个宗喀巴大师说行善跟行恶的这样的一个4句子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行善的有如此的一些功德，那么过去也是有这些的案件那么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有行恶的人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怎么说呢？过患。报应是吧？报应。从前一个乞丐躺在长门过道上，胡思乱想，这是一个印度的故事。胡思乱想，如果这位国王的头断掉后，让我来做国王，该多好啊！再三身体如此恶念。第2天早晨，他还没有醒来，正在熟睡之时，国王乘坐马车而来，车轮碾过他的脖子，他自己的头切断了。
那么这就是他就相当于就是那个造的恶业，那可能就是晚上一直都是想这个事情。那他如果是想要做国王也可以，但是他就是可以不用想到那么的残忍的嘛，他就是就像国王的头要断了，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可以做国王的。那但是这些都是因为业力跟因果就是这样，不然那个他也如果是真的国王没有了，也是不一定他能，不是不一定，他不可能能做国王嘛。哎呀，本来我们求法的目的是为了随时随地以正知正念护持自心。如果对自相续不进行详察细审，那么很容易在无意中升起猛烈贪心、嗔心，积累深重恶业。那个老乞丐升起了如此不切实际的恶念，结果其果报立即成熟了。本来安乐地坐在宝座上，睡在宝塔上的国王头也根本不可能会断掉。假如国王的头真的断了，那么国王驾崩后，国王的太子不继承王位，由于施暴雄胆的大臣们不执掌国政，难道会让你这样一位漂泊不定、穷困潦倒的老乞丐做国王吗？所以，如果我们为善加观察自相续，那么在无意中很可能会升起那样的恶行。如夏武瓦格西说：“当护欲国政，否则三有政。”此外，从前世尊和比丘僧众到知主家中以供食，由国王种姓和婆罗门种姓的两个小乞丐去行乞。那个婆罗门种姓的小孩去乞讨时，佛陀其眷属何为受供，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国王种姓的小孩是在世尊和眷属受供后去乞讨的，所以获得许多剩余的甘美食品。他们二人下午在途中闲谈时，国王种姓的小孩说：“如果我具有财产受用的话，我在有生之年将以衣食受用和一切资具供养世尊及其眷属，并且我恭敬诚实。”婆罗门的种姓的小孩子说：“假如我拥有权利成为一国之主，那么我砍掉那国光土沙门及其眷属的脑袋。”之后，国王种姓的小孩前往他乡，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休息。其他树的叶也都已经迁移了，但是国王种姓的小孩所在的树荫却没有移动。他睡觉睡到时间呢，就是有从比如说上午睡到那个下午的时候，相当也是可以这样去理解。上午呢就是属于在一个方向嘛，他睡着了，他自己睡着了，没有睡醒，就时间已经过到下午了，但是它的属因还是存在的，因为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属因都一样的，就是跟着太阳的这个角度都会走嘛，都会变嘛，但是那个属下的这个属因还是在那个小孩的身上。当地的国王去世后，如有太子继承王位便发出公告，需要一位具足福德威望之人做国王。所有的人四处寻找，有人发现那个小孩虽然中午已过，但树荫仍然未动，于是唤醒他，引起回宫中，请他居住了王位。后来如愿以偿，
维新诺也供养佛陀及其眷属。那个婆罗米种姓的小孩刚在一个交通要道修行时，马车疾驰而来，粘在他的脖子上，他断头而亡。哎呀，这些故事说不用特别的解释，大家都听得到。如果经常为修学心地善良，那么不但今生一切所愿能称心如意，受到百法方面的天众的保护及诸佛菩萨的加持，一切所作所为将成为善法，而且临终不会感受气息分解的剧烈痛苦，后世获得人天果位，就近现前圆满正等觉的果位。因此，我们不应仓促从事，不观察自相续，仅顶礼转绕、诵经、诵咒等装模作样的行持广大善法，而应懂得经常观察自相续，修学心地善良，此乃极为重要。哎呀，修习无量心的方面呢，就圆满了。就这个以上。自尊自恋着